随着选举愈来愈近，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在2月10号将伫南科成立最后一个竞选总部。陈坤和表示，伫南科伊上要义的，嘛是民众上关心的妇女、幼儿、青年福利以及高厝价等问题，伊拢将一一提出具体解方来督促政府，包括6岁以下儿童车用由国家负担。坤和啊，一定会争取。咱的女性，咱的职业女性，因为生囝了后，爱入家庭相夫教子的时阵，囡仔若大，还是伊囡仔就幼稚园，伊想要来职业场所回归职业的时阵，政府爱负责，互伊找无头路倒转来。政府爱负责，该斗3工，安尼咱的妇女就放心来生囝，照顾伊的囝儿啊。第3点，囡仔生开，啥物人要饲？当然是父母要饲啊。但是，啥物人要出钱？坤和一定主张6岁以下的囡仔由国家出养育费用。陈坤和强调，伊竞选总部成立无邀请全国性政治人物，拢是在地实实在在了解地方需求的意见领袖。所以记者会中，除了第3届甲同事的前议员柯友仁小听，包括生化乌处理理事长陈顺良，担任南科竞选总部总会长的所有理拢先徛台推荐在地出身的陈坤和来挑战民进党空降的郭国文。真希望讲咱坤和议员吼，如果若当选咱立法委员，会当甲南科咱这个附近遮吼，规个整理哦。讲互咱讲较白，就是讲互咱这老百姓哦较好过生活的。有咧讲，咱遮实在伤过头热啊，热甲无法度。所以即次咱坤和立委有即个勇气咱徛出来，我就感觉讲，伊去咧找我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哦，我这真有气魄，真知影遮艰难的地区，伊敢徛出来选，非常的无简单。在地优先，在地优先，发展地方，发展地方，支持陈坤和，支持陈坤和。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